誰能似你，為我可犧牲一切，為我安排這美好生命光輝，在十架顯明，因為與真情能讓我安寧，指引我路程，天父願你知道。我的生命全憑你得勝，是你的愛令我心靈得歡樂，用那信心去面對將來。人生雖然總有阻礙，前路你會為我一切為我安排，這美好生命光輝在十架顯明，因為與真情能讓我安寧，指引我路程，天父願你知道。約翰福音第4章1至26節，主知道法利賽人聽見他收門徒施浸，比約翰還多。其實不是耶穌親自施浸，乃是他的門徒施浸。他就離了猶太，又往加利利去，必須經過撒瑪利亞。於是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座城，名叫敘加，靠近雅各給他兒子約瑟的那塊地，在那裏有雅各井。耶穌因走路困乏，就坐在井旁。那時約有午正。有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來打水，耶穌對她說：
請你給我水喝。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。撒瑪利亞的婦人對他說：你既是猶太人，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？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沒有來往。耶穌回答說：你若知道神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，你必早求他，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。婦人說：先生，沒有打水的器具，井又深，你從哪裏得活水呢？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，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都喝這井裏的水。難道你比他還大麼？耶穌回答說：凡喝這水的，還要再喝；人若喝我所賜的水，就永遠不渴。我所賜的水，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，直湧到永生。婦人說：先生，請把這水賜給我，叫我不渴，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。耶穌說：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裏來。婦人說：我沒有丈夫。耶穌說：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，你已經有5個丈夫，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，你這話是真的。婦人說：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。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，你們倒說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。耶穌說：婦人，你當信我，時候將到，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。你們所拜的，你們不知道；我們所拜的，我們知道，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。時候將到，如今就是了。那真正拜父的，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，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。神是個靈，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。婦人說：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為基督的要來，他來了，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。耶穌說：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。弟兄姊妹，主內平安。今日讀嘅經文講述主耶穌專程前往撒瑪利亞，為咗傳揚福音，拯救嗰一位喺正午時分到雅各井打水嘅婦人。主耶穌向婦人揭示，佢就係嗰位賜人生命活水嘅主，並且教導佢以心靈同埋誠實敬拜父神。讀完呢段經文，令我諗起一次喺台灣旅行傳福音嘅經歷，喺呢度同大家分享。某一年嘅暑假，我同太太到台灣花蓮旅行，因為從嚟未住過民宿，於是揾咗一間民宿入住。民宿主人係一個30幾歲嘅男士。入住嘅第一日晚上，我喺民宿客廳休息嘅時候，順便參觀書架上面嘅書籍，發覺書架上面擺放咗一本聖經。打開一睇，原來係耶和華見證人用嘅新世界譯本嘅聖經。當時嘅反應就係弊，竟然住咗耶正教徒經營嘅民宿。於是返房話俾太太知，但係呢個時候聖靈就有催促，叫我問民宿主人係咪耶和華見證人嘅信徒。起初我冇順從聖靈嘅催促，仍然繼續行去房間，但係聖靈不斷咁催促之下，我就停低腳步走返客廳。我問民宿主人：咦，點解呢度有一本聖經嘅？民宿主人回答：聖經係佢朋友送嘅，仲邀請佢喺要嚟嘅週末去參加聚會。因為當時係暑假，但入住當日嘅民宿只係得我同太太2個顧客，於是我就問民宿主人嘅經營情況。交談之下，知道佢好擔心民宿嘅入住率低，怕冇辦法經營落去。我話俾佢聽，我係基督徒，你書架上嘅聖經係冒牌聖經，
你朋友所信嘅耶和華見證人係冒牌基督教，然後我就好簡單咁講出信仰嘅重點同埋耶證嘅謬誤。最後我話我可以為佢嘅憂慮向神禱告，求神賜俾佢經營民宿嘅智慧同埋賜俾佢平安。佢答應咗，並且同我一齊禱告。第二日夜晚，當我返到民宿，見到民宿主人喺客廳，我就問佢啦：你願唔願意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嘅救主啊？讚美主，佢竟然表示願意接受耶穌。於是我簡單講述一下信仰重點之後，就帶佢做一個決志禱告。禱告之後，我祝福佢唔好出席朋友嘅聚會，並且要喺當地揾一個正統教會開始聚會，亦都可以每日向神禱告。呢一次係我第一次喺外地傳福音，感謝主幫助我順從聖靈嘅感動，拯救咗一個靈魂。我哋一齊低頭禱告。主耶穌，讚美你係世上唯一嘅救主，感謝你仍然寬容呢個世代，讓不信嘅人仍然有機會聽信福音，接受福音。求主使用我哋，差派我哋，都成為傳福音嘅使者，使萬民作你嘅門徒，奉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嘅名給佢哋施浸。凡主所吩咐我哋嘅，都教訓他們遵守。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